放雪儿。接星期3了嘛，会不会跳金刚舞呢？应该不会，搞忘了。因为下雨的话有点悬啊，我估计会下雨，会下过来。真的要下雨，我会带啊？没得你防雨都防雨啊，送你都防雨啊。不要飘过来喽！这片乌云有点讨厌。遮住了，这里慢慢摇啊。
就他一个人，勇儿也没来。看错，勇儿没来。哎，好了。啊，刘娟老师来了，刘娟，刘娟很少哦，反正我觉得第二次和第一次，很难的遇到。这没开聊天呢，聊天你看不到吗？哎，没有聊天吗？没开吗？
这不累了，这不累，你这别下了，不要下了。骏马之歌。我帮你看哪个？这哪个？
中了我的。声音关小一点点。我把颜色好点点。哎呦，拍了一个。我怕下雨。你把丢到我这儿吧。我摔过不？没电，没得电池。啊！会跳啊，会跳啊！热死了！啊！热死了！要下雨，要下雨。
往期的衣物全部湿完了，你看上面全部湿的，夹娃不用说了，全部都湿透了。找西的也是，过来一点，我把它牵着，跳蹦蹦跳跳的追一堆的哦，跳吧。刚刚不好意思，我在弄相机啊，相机键没带电池，然后找那个Port 3，我另外一个相机没有那个螺语接口，没有固定的地方。这个我跟那个7码5的比那个还累，因为那个时间更长一些。15啊，就是15康巴15，基本上做53的电了。为啥我看不到你们说话呢？那不管它，反正我在拍，没时间看。这边右边可以看，左边看不到。哇塞，嘿嘿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他衣服都全部湿完了。哇，你全部湿完了，看没有？我上吧。还有宝宝。那是谁？好像回来了啊！这是我大老二，你认识吧？
这霸王去内参挑2个了，休息下哦。可能中国没有你，愿意他接我，说怎个我。四方大师，这个是嘎东修，14岁，过去一点走。第3嘛，应该搞忘了吧？四方大师。第1个扎西，第2个是嘎东修，第3个老婆，第4个是小罗。姜末好久没出来了哦。吉祥宝宝，看你，哎，茶问清楚在这儿，哇，站了一排，几位置哦，几位置。帽子是清楚。这是西方巴西。上半处有味儿。
啊，香梅鳝鱼，香梅鳝菜。前几点，8点45。看那个讲学生的刘老师的传道，在后面第2圈，在锅子旁边，我戴帽子那个。锅子旁边。哦，在果树嘛那个。哎，他走了吗？啊，我刚才看到。锅子旁边，他们和锅子。哦，对对，就是果子。果子还没看到了。在这儿，不晓得跑哪去了。有可能走了嘛？有可能去抢功了。哎，有20分钟了。刘老师来还不容易，我来一直可以一下就陪到他。他专门教跳舞的。我这看着这个堂看等着在唱歌啊！你这啥的说嘎说可有你这啥的，让城市是来打我看咱啦，说可没见家人，说是咱啦，说可没见家人。怎么个？只能拍他一个人，你只能拍他一个人啊？你只拍他一个。你不帮配一下他吗？哦，我全部都拍，每个都。那个视频是有留存的吗？那网上有。有啊。帮我拍一下那个小姐姐。她叫什么名字？洛马，德国洛马。在。就那个粉红色。她是临时在成都吗？她是在成都，但是她是那个甘肃黑水。哦，黑水有点多，黑水扎西拉木和那个苏拉。对。你们抖音账号是多少？就是小李。小李吗？对，小李TV。就那个小姐姐，可以帮我录下来。这儿。那个粉红色的。因为我拍的是横屏。啊，我拍竖屏。对。对啊，因为抖音一般都是竖屏。对。他不能站前面。他可以站前面一排都可以。后面那个是走马那个什么？你是一个小网红是吧？也不是吧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应该都认识吧。都是那边的好像。有一个小姐姐，长得乖的，特别乖。呀，他都中这个钞票啊！
错，戴个帽子。就是要缺真样的。估计要放那个啥。
Bye.
Hello， 这次待好久呢？我一直待吧，现在。一直待啊？可以哦，那每天都可以见哦。哦，插电。我去青阳宫。我现在马上去青阳宫。要去吗？我马上去青阳宫啊。我本来就在青阳宫对面。你住在这儿吗？对。现在住这儿吗？要不回去吧？我现在住在青阳宫那边。哦，非去不嘛？我马上开车过去。要不要去？去不去？去哪里啊？青阳宫。对。这个你们都熟悉啊，都认识哈，你们全部都认识啊。对。就是那个这个他们这个就是那这个对表姐。现在我们不是一路人了。